如果係身體、精神、財務、環境健康之間，你喺2026年嘅排序又係點樣咧？2026年第一行我會將精神排喺身體之前，5秒法則俾自己嘅，所有嘢數到5就要停。即係譬如我突然間 realize 啊，我碌電話碌咗好耐咯，咁我就1、2、3、4、5擺低去做其他嘢，即係無論如何都擺低咗先。係啦，我覺得係好有效啊呢個。咁我下次都試下5秒法則。5秒法則。咁跟住咧就真係俾自己早瞓啲啦。我都同意軒 Sir 講，有陣時嗰個精神都會影響個身體嘅狀況嚇。咁但係調翻轉頭，其實身體亦都係影響咗精神嘅狀況。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嚟講啦嚇，咁我都會係將身體健康係擺喺頭一位。如果可以時光倒流嘅話，同10年前嘅自己講一句説話，咁你會講咩咧？我已經係好滿足我而家嘅狀況。即係我亦都唔需要話10年前啊應該點。咁我只係會同10年前嘅我自己講加油，辛苦晒，係咁，我覺得係呢2句就夠。我覺得我同10年前比，雖然煩惱冇減少，或者甚至乎要煩惱嘅嘢多咗，但係人生嘅 achievement 係多咗。加油，我哋一齊加油。好 OK， 咁啊，望向未來，有冇啲乜嘢說話想提醒10年後嘅自己？10年後嘅自己，我希望唔好咁唔定時食嘢咯。我唔知做乜啊，最近有時11點瞓落床，我6點鐘就醒咯。咁我一醒咧，我就會好想食嘢，但係唔係嗰種想食早餐嗰種，係想食零食。我最近唔知做乜，開始中意食魚皮花生。希望10年後自己唔好唔餵食啦。係你咧？OK。我希望係真係保持我而家呢個健康嘅狀況。我有對孖嘅小朋友嚇，我同我仔瞓覺嗰陣時間，個仔就同我講：我知。佢話爹哋啊，我好擔心你有一日會唔喺度同我相處嘅時間可能剩翻嚇幾多10年咁。猜嚇咁佢當其時真係好擔心嚇咁。咁我聽到咗之後，我就同自己講啦嚇，都同佢講啦。我話你唔需要擔心爹哋嘅，爹哋一定會係盡我個能力係活得健康嚇。咁我話同佢講，你唔需要擔心㗎，爹哋可能係活到120歲㗎嚇。我哋仲有好多時間喺埋一齊嘅。